为了健全动物品种业的管理，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，市府当局将原本驻地条例条文修正草案第4条6号送议会临时会审查。不过因为土地农业未取得，甚至原本业者的地目嘛无符合，认为违法使用各要企图就地合法，引发这议员反对，认为现在修法根本是本末倒置。所以你的土地取得根本没有办法符合所谓的都市计划变更啊，土地使用变更。那你现在急着送这个自治条例，你是要让他们就地合法来使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要寻便宜的形式啊？那怎样呢？我们没有这种想法。你没有这种想法，问题是现在这4个地方通通是违法使用。那如果他要透过都市计划变更，也没有那么简单啊。这个案子是我逼着农业局赶快去制定，这是第一块。第二块，那在法委会之所以我有意见把它挡回去的理由，是因为它最主要是第4条的部分，在用地的部分没有办法解决之前，你提的这个案子是无意义的，所以才把它挡回去，所以才希望他们把它提列出来。那现在是针对你第4条所提列的增订的第2项跟第3项的内容。讨论过程，因为牵涉动物，议员林美燕嘛顺线以400位民众联署反对南区民和公园要设立动物公园议案，要求市府做好协调，慎重思考。对此，议员林依婷则以该案无符合讨论的时机，要求主席制止。民众也在运动了，就是一段时间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听听地方的声音？你自己就把它规划成为宠物友善空间。宠物友善空间是必须要存在的，但是它主列起的是不是有问题？要听公关的意见，不是局长你说了，你基金花包，还要去沟通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案子必须要搁置。还有呢，我们今天把民和公园这个宠物友善空间提出来，是希望民进党议员不要乱带风向，说我们在国民党在反对什么，把那个地方说它是流浪狗的收容所。主席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这个有关于宠物生命纪念业管理嘛，跟我们的宠物公园应该是两码子事，对吧？主席可以先跟我们再次解释一下，我们现在讨论的议程到底是什么吗？的时候，您是不是应该要制止他继续讲，不要占用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议程的时间？刚刚尹安达利也打电话来说，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一直扯到别的事情？好。最后回到土地条例修正草案的讨论时，议长裁决，因为土地使用管制也无明确规范等争议，加上知识体大，该暂时下列，等定期大会再过来审。在农业局补充修正之后，是否要交委员会？那目前听起来，在农业局这边，他认为农业部也还在修法当中。那都市都发局这边在于非都跟都市计划，那在非都的农地上面是怎么样的去认定，它的范围是怎么样去筹措？目前都还没有说一个非常合理的，还是说一个确定的那个地区啦。所以我想这个今天这个条例我们暂时搁置啦。台湾新闻，古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